可以得到支持的力量，他在我们这边得到了被支持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少干涉？因为我们要尊重对方的想法，我们要相信对方的能力，留给对方思考的空间。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尊重跟相信，还有留空间。所以我们不要干涉太多。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就是少评价。像刚刚后学举的那个例子，其实这位先生就有一点点带有评价的意味了。我们要以退为进，少评价，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评价有时候有一些人会把它拿来做某一些情绪反应的猜测。好，比方说看到对方哭，我哭，可能这个哭的背后包含了很多种情绪。有时候他可能是很伤心，有时候他可能是很气馁，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很累，所以就哭了。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哭的背后有很多种原因，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因此，我们不要去评价对方的情绪。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这样说，不要哭啦。我们看到对方哭会舍不得，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你会舍不得，然后就说不要哭了哦，不要哭了。但后学每次听到别人说不要哭，后学都通常是哭得更严重，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到不要哭就哭得更严重。所以我们可以先让他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再说话，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偶尔也会遇到我们的好朋友在跟我们的另一半吵架，不是好朋友在跟他的另一半，我们好朋友不会跟我的另一半吵架，好朋友在跟另一半吵架，然后他就会来跟你说怎样啊，好，然后您就听就好了，千万不要搅和进去。人家说人家夫妻是床头吵床尾和，我们千万不要忍不住说一句说，下一个男人一定会更好，然后说完隔天人家和好的时候，我们就猪八戒照镜子了，里外不是人，就很尴尬了。因为说不定那个先生也知道你曾经说他坏话，说他不好，所以我们少评价。这时候呢，有一句话沉默是金就要拿出来用了，甚至有人说过沉默是智慧的围墙。所以有很多智者他是不随便给意见的，理解是情绪的靠山。当对方有情绪丢给你的时候，他其实只是要你陪在他身边，只是要你知道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我知道你现在很沮丧。少评价，因为我们需要的只是被理解。好，接下来第三个重点就是少说话。静思语里面不是有说到吗？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那上一次我们在这个道义研习的时候，我们的永州领真还慈悲后学说，话好不如话巧。后学觉得说的真好。沟通的时候我们要以退为进，少说话。不知道各位贤贤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不知道各位贤贤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时候，我们会说加油。有一个人他考试比方说他考试考坏了，他觉得他表现的这一次公司的这个不好意思，后学被电话干扰了 ，sorry。好，这一次公司的竞赛我又输人家了，好，然后你就会说，哎，没关系，下次再加油。好，这时候这个加油呢，它背后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够努力，所以我期待你再加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听到别人跟我说加油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满血复活的感觉，我反而觉得压力好大哦。好，后学接个电话。喂，微玉，我在上课。好 ，OK， 拜拜。原谅你帮爸爸开门一下。好，不好意思，后学好像每一次讲这个明德班都有这种电话的时候 ，sorry。好，继续。好，所以下次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说我工作很不顺利，他可能需要被祝福，比方说祝福你下次可以更顺利或者是我们觉得对方很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说那不要太累或者是我知道你很累，要不要喝一杯茶，或者是要不要坐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好，或者是什么都不要说，就陪在他身边就好。等他告诉你的时候，他会等他准备好，他会告诉你他需要什么。好，所以呢，在这个沟通的原则上面，我们要以退为进。以退为进的3个重点：少干涉、少评价、少说话。那么在道场的这个运用上面呢，我们也是要如此做到少干涉。少干涉就是在提醒我们要维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因为每一个前贤的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人的难处。有一句话不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吗？所以我们在遇到别人的私领域的时候，包括家庭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好直接给他建议，或者是我们想给他很好的东西，可是也要他想要才行。所以我们可以尽量维持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听他说就好。好，接下来就是少评价。我们应该要尊重不同的观点。比方说，我们在道场里面偶尔会遇到有一些前贤，他有自己的信仰，也许不是任何的宗教，但是他有自己的主观的想法，那我们也要先予以尊重。所以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真的要说，那么只要说我们自己的好，不要去说别人的不好只说自己的好，不要说别人的不好。别人好不好，我们不要做比较。接下来就是少说话。我们经常会遇到前贤，就忍不住想要跟前贤鼓励一下，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呢，有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个时间跟场合，尤其是时间的调配。这就要搭配
之前的提到的这个察言观色的功夫。有时候我们会去绑亲，但是这个绑亲的时间上面呢，可能要去搭配对方家庭的作息的习惯。后学曾经听到有人9点就睡觉的，所以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习惯不一样，那我们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对方也为了表示礼貌，也不好意思跟我们拒绝，或者是不好推辞，那我们就应该要就是为了要让对方有一个好印象，我们应该要注意我们的时间的调配，了解一下对方的家里面的这个习惯，或者了解对方他的作息的习惯，来做一个调整，这样子人家才会对我们有比较好的观感。好，所以以退为进，维持客观的态度，不要涉入太多对方的私领域，然后尊重不同的观点。就算他跟我说我们一贯道不好，我们也要予以尊重。好，所以在这样子的风度之下，我们就能够至少建立一个心态很平和的一个良好的形象。有时候不辩驳是最好的辩驳，有时候不解释是最好的解释，因为我们有其他的方法让对方看到，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好。沟通不是只有靠嘴巴，所以我们少说点话，做点其他的也是可以沟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媒介来进行沟通。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做适当的沟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我们来看到我们可以运用的媒介。第一个，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笔。我们的笔可以书写我们的心意，我们内心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巴只说好话。我们也可以运用我们的身体。我们说我们的人生难得，要善用我们的身体，身体力行，做一些正向的事情，让对方看见感受得到，然后跟着我来。首先我们来看到用笔说话。后学在这个小时候呢，其实后学是一个很木讷的人。木讷的人其实不吃香，但还好这个老天爷对后学也蛮厚爱的，就是给后学一支会说话的笔。虽然后学不太会还蛮恭维，但是后学呢还会用写的。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直到现在，有时候有一些话不好意思说，或者是觉得用说的可能会带一点情绪，会影响彼此的关系，那后学就用写的。比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经常运用到这个便条纸。有一个太太这个是别人的例子这个确实就是别人的例子。有一个太太有一天呢，她呢先出门了然后她就在这个餐桌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压着车子的钥匙，然后就写着老公加油。好，这个老公呢要出门上班的时候，看到这个要拿钥匙，看到这一张便条纸，内心突然涌上了一股暖流，觉得哇，虽然外面是寒流来袭，这个温度8度，但是我心里非常的暖和，因为我老婆实在太贴心了，还会鼓励我今天老公加油。于是就心花怒放的开车去上班了。结果开到半路还没到公司，车子就熄火了。他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
看一下油表，没油了。原来这个老婆啊写的这张纸是在跟老公说，老公，车子要加油哦。好，所以我们虽然用笔说话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也要说的具体跟明确一点哦。好，这个小小的生活的小趣事跟各位前贤分享，我们说的具体跟明确一点，加一些温暖的话语，对方的感受就会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嘴巴说话，后学用这句话来跟各位前贤分享，说好话，我们就会好说话。相信各位前贤都有这样子的体验，说好话就会好说话。有时候同样一句话，不同的语调，不同的内容，我们对方的感受就会不一样。我要表达的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我用比较好的话语，对方感受就会有所不同。在这边或许穿插一个小小的影片。这是一个盲人，然后他说他刚刚写的英文是 I'm blind， 我瞎了，我知道他。那有的人呢，经过就会丢一点点钱给他，一个硬币。结果这个女士看到了之后，她就把她的看板的字改过来了。结果我就发现，经过的人注意到他的人多了，而且给的钱也变多，因为这个女士把那一句话改成 What did you do to my saying? I wrote a saying, but in different words. Thanks, love. 我们只是用不同的话来说一样，说这是一个美丽的一天，但我看不见。这是美丽的一天，但我看不见。告诉大家说，今天很美好，这是很美好的一天，但是我也想要看到你所看到的美好，不过我看不见。换一句话说，别人的感受就会有所不同。好，所以这个世界很美，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看见，然后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这其实也有一段小影片，来看一点点。真係一啲都唔生性，不負責任。你好煩啊，成日鬧，我大個㗎啦，你俾啲空間我啦。當身邊人嘅言行令我哋唔開心或唔滿意，有時會好想向對方表達，但如果表達嘅方式太情緒化，可能令對方抗拒和難受，仲會引發衝突，破壞關係添。點知可以真誠表達感受嘅同時避免傷害其他人？大家可以留意以下幾點。首先，要識得分辨情緒化同埋理性表達情緒。情緒化係指完全以情緒主導言行，無意識同埋唔理場合咁發泄出嚟。而理性表達情緒係指意識到自己嘅情緒感受，會思考背後嘅原因，
然後選擇合適時機，仲有方式去表達。其次係善用我的信息。好多人嗌交嗰陣，會一面倒咁指責對方嘅錯處。最衰係你啊！你連我生日都唔記得啊！你一定係唔愛我啊，唔重視我啦！呢種說話嘅方式稱為你的信息，好容易引起對方嘅反感同反擊。對話嘅時候可以試下運用我的信息，即係不帶批判咁表達個人感受同訴求。例如話，我好想同你一齊慶祝，但係你唔記得我生日，我覺得有啲失望啊！你咁夜未返，打電話又冇人聽，我好擔心你有意外啊！下次預先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報平安啦。最後，除咗說話內容之外，語氣、表情同態度都會影響溝通質量。如果留意到自己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聲線提高等徵兆，最好先暫停講嘢，深呼吸一下，提醒自己冷靜或者離開一陣，等心情稍為平復之後先繼續對話，可以避免喺衝動之下講出一啲收唔返嘅傷害說話，有助彼此正面溝通。好，刚刚这个影片的重点其实就是提示我们跟别人沟通的一个一个诀窍，就是用我的讯息。我们不批判对方，不要说你这么晚回家，你这个都没有做到什么事这样子。我们用我的角度，就纯粹把自己的情绪用很理性的方式、很温和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对方了解。其实我们无非就是希望对方可以了解，所以就是透过我，用我为出发点，把自己的情绪很理性的讲出来，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沟通，至少让对方听得进去。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口说好话。最后一个媒介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力行力量最大，身体力行力量最大，所以当我们这个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身教重于言教，或者是父母就是孩子的镜子，所以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说你希望孩子怎么做，你就先怎么做。相同的，你想要说服别人，你希望他这样子，你就先这样子做，做给他看。所以呢，有一句谚语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个道理很明白，就是今天桃树跟李树种在那边然后呢，我们都不用开路，它前面自然会走出一条路，这个溪就是一条路，小路。为什么呢？因为桃树跟李树就是吸引人啊，因为它会长很漂亮的花，它也会结很甜美的果实。所以你如果把自己活成桃树跟李树，就是像他们一样，在人群当中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可以成为榜样的，那么自然人家就会被你吸引。相反的，如果你光用嘴巴说，但是你自己都不做，人家就没有办法跟着你做，人家也没有办法被你说服。因此我们宋史，就是史书里面曾经有这一句话，他说人不帅则不从，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领导人，你没有办法就自己以身作则，那么人家就不会跟着你，人家就不会跟随你。身不先则不信，
你光是嘴巴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人家都没有看到你自己先做到，那大家也不会信服你。好，所以身体力行是沟通的一个最高境界。后学觉得身体力行是沟通的最高境界，因为我们用嘴巴说，有时候我们很有威权啊，我们可以命令别人，但是命令只能指挥人，但是榜样却可以吸引人。各位前贤应该都有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就是如果这一个人呢，他很快乐，他很正向，他跟他在一起总是特别的开心，那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被他吸引，对不对？因此我们如果想要成为那一种可以吸引别人的人，就要自己先把自己想要别人看到的特质，或想要说服别人的一些重点，自己先做到。身体力行，力量最大。好，所以运用在道场上面，我们一样可以善用我们的心。善用我们的心可以做什么呢？善用我们的心，我们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我们心中的那个道的正信。如果你的心有正信，那么你就有力量。所以有《华严经》里面说过，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善用你的口，好，来把你的愿发出来，说出来让人家知道。然后善用你的身来实践，身体力行来实践你所说的，你所相信的那一些信念。我们来说信，《华严经》里面提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当你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正确的方向，那么就好像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埋下了一个好的种子。于是这个善念就会帮助你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很亲近的人，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愿意跟随的人。所以在道场里面，我们要修行，要修养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握自己的意念，让自己的内心清净，让自己的内心时常处于一个很安定的状态，我们才有机会去生养我们的智慧。那如果可以因为这样子而被看到，我们就能够去影响别人。再来，我们来说说愿，信愿行的愿。我们说愿，通常一般人世俗的人经常会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不如意，经常会抱怨。但是我们一贯弟子要抱怨，不要抱怨，要抱怨。我们心头有没有一个希望大家都好的一个愿？我们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把以自己的小愿来想办法集结成众人的大愿，这样我们就有了帮助别人的心愿，这个力量也跟着逐渐的扩大。我们以利人来达成利己。我们在帮助别人成功，其实就是自己成功。我们在帮助别人找到善的道路，其实我们自己要先找到。所以我们帮助别人，最终受利的都是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抱一个善愿，那么我们就有跟世界还有跟宇宙沟通的力量。再来行，好，
对不起，行的这句话后学打成刚刚的信了。好，没关系，后学用讲的。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做利益他人的事。我们光是心里想，或者是嘴巴说，我们还要身体力行去做。好，做给别人看，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以利益众生为出发点，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用自己的身体来示范一个最亲切的道，最庄严的道，这就是一种沟通。如果对方能够跟我们找到相同的频率，我们能够找到相同的频率，让对方看到，那么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被我们吸引，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好，因此最后我们来说，这个如果我们在跟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人，然后进了我们来到道场跟道场的所有的前贤都能够最良好的沟通，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所到之处就能够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气氛。仙佛的圣训里面也提到这一句话，他说和谐是很重要的，而和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无间的沟通，无言的感应。好，仙佛也提示我们哦，沟通不见得要说话，但是我们要用心，心应心才能够有所感应。无猜的天意，甚至我们可以跟天意沟通，无排场。我们的沟通没有分尊卑，没有分贵贱，大家都是平等的，调到相同的频率，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最好的沟通。因此回到后学的今天的这个讲题，我们的天时已经到了三期应运的末阶段，我们地利，我们目前我们一贯道也是大道普传，我们尤其是在台湾，我们很多地方都有佛堂，不管是中心佛堂还是家庭佛堂，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实践我们心里面的善念还有悲愿。然后如果我们还能够用心沟通，达到人和，去到哪里自己就好像是一个走动的行动的佛堂。佛堂不假远求，让自己心保持清净，能够跟周遭的人还有我们所见的这个众生都能够做最好的沟通，那么达到人和的境界，我们就能够达到用心沟通，万事亨通。最后感谢各位前贤们的聆听，也敬祝我们的义和圣堂、一贯道爱祥佛堂能够道务宏展，各位前贤能够圣凡如意，法喜充满。以上就是后学今天学习的内容。那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冒犯到各位前贤，或者是有讲错不足的地方，还请仙佛慈悲赦罪，也请各位点传师以及各位前贤慈悲指正。以上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点传师，领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晚安。今天非常感谢美纯讲师跟我们分享了用心沟通，万事亨通这个主题。在讲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去感受他的道学，还有一些我们平常时候呢没有注意的一些事项。当然在
用心沟通，万事亨通的主题当中呢，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都很少注意到这种主题啦哈，但是让听我们美纯讲师呢跟我们分享了，当然沟通的方法有很多嘛哈，但是沟通的步骤呢，可能我们前贤还是后贤呢，也是最需要去了解的一些沟通的管道，还是沟通的步骤，还是沟通的方法哦。那我们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部分的人都除非是在佛堂啦哈，还是家庭啦，还是在事业上，都往往会碰到一些事情呢，双方意见不同，还是想法不同，理念不同。那当你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你要如何来跟对方沟通嘛？所以呢，刚才美纯讲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嘛，当然要多，第一步那个要保持沉默嘛，要多倾听，多观察，多等待嘛，因为我们如果有在访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沟通的步骤呢来分享。为什么我们去访亲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会碰壁，还是有时候呢会沟通不良，还是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好好的沟通，就是有时候呢不晓得一些步骤。当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沟通事情以前呢，当然要多倾听了要学会倾听别人的苦水也好啦，困难也好啦，挫折也好。如果你要跟度化一个人，如果你没有事先去了解他的痛苦的地方，还是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了解，跟他沟通嘛。因为我们在访亲的过程当中呢，碰到道亲，你不可能说，把你最好的，我们都会想说把最好的道理呢分享给他，但是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待，不晓得他是不是有需要，我们向我们讲道理给他听，他是不是需要？所以呢，应该先学会倾听，倾听来观察他心中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才可能才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嘛，然后才是多等待嘛，多等待就是说，有时候呢，在度化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去度一次、度2次、度3次，可能他都不要跟我们来求道，但是我们不可以把他放弃嘛，因为可能他的福报因缘根基还没有到，所以呢，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跟他度化嘛。就好像以前我们时常听前辈者，要度一个人，有时候花1年、花2年、花3年、花5年，他也没有放弃，就是等待他那个福报因缘记住了，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跟我们来求道嘛，所以呢，在沟通的沟通的事项上呢，可以让我们在访亲的时候呢，真的要多倾听、多观察、多等待。那么在以退为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道场当中嘛，道场当中要少干涉，要少评价，少说话。因为虽然道场是一个团体啦，
团体有个人有个人的职务嘛，个人有个人的职务嘛。当然有时候呢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许多不同的意见呢，人家说呢不在其位呢不谋其政。有时候你可以帮忙，但是你不可以掺了很多的意见。当然或许你的意见是好了但是呢有时候一个人讲一个方法，一个人讲一个方法呢，那么在做的那个人呢就不晓得要怎么去做了，到底是听某某前贤好呢，还是听某某前贤好？所以或许觉得说在道场的工作当中，如果有人在做，你可以身体力行去帮忙，但是不要用嘴巴帮忙不要用嘴巴帮忙，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可以去帮忙，但是要少干涉还有就是说少评价。在道场当中，如果是道场要兴旺，就是不要有是非，不要有评价的声音出来，好像评价说某某前贤哪里做不好，某某前贤哪里做不好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以前我们时常听我们的前人跟我们讲嘛，道场若要兴，就要精战精嘛，道场若要败呢，就是精蹦精。所以诽谤是非呢在我们道场当中呢，就尽量不要去传播上次呢，我们那个成前班呢，也有听到那个崇慧领任跟我们说嘛道场如果要兴旺呢，就是不要传播是非，因为是非的话呢，就本来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已嘛两个人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两个人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个道场嘛。但是如果传播出去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整个道场，破坏整个道场，那就很不好了啦还有少说话嘛因为人家说的一言不中，千言无用所以当不该讲的话呢，你就不要讲保持沉默也是很好的嘛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或许就不再做一个讲解今天非常感谢那个美纯讲师呢，跟我们分享了用心沟通，万事亨通，感谢他，谢谢他给我们这么好的沟通技巧，好，感谢他。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感谢领任慈悲。好，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闭班，大众请起立。向无吉拉姆行3公里，全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下回再见。拜拜，晚安，拜拜，拜拜，点讲师晚安。拜拜，美纯讲师辛苦了。感恩讲师，感恩感恩前人，感恩副前人，感恩各位点传师，各位领任，各位副领任，拜拜，各位前线晚安，再见感恩西坛柱晚安，再见前线们再见西坛柱前线晚安。